现代台语版圣经哀歌第4章。黄金竟然暗淡无光，纯金竟然失去光彩，圣殿的石头竟然散甲规路。圣安尊贵的子民，价值亲像纯金，现在煞互人看做烧费师傅做的粗费。豺狼要求互伊的囝赐呢，我的子民竟然残忍，亲像旷野的稻鸟，食恁的婴仔无呢通食，喙焦甲喙舌黏伫顶腔，囡仔讨食物，连一屑仔都无人分互因。平时食山珍海味的人，现在饿死伫街路；过去生活奢侈的人，现在伫粪扫堆找物食。上主10000年久毁灭索多玛，无用人的手，我的子民的罪比索多玛住民的罪搁较重。过去锡安的那些尼人比雪较白，比呢较纯，因的身躯比红宝石较红，生做水亲像蓝宝石。现在因的面比火炭较乌，消散落肉，散甲亲像茶，因伫路呢无人会认得。互人刣死的比饿死的较好，饿死是无食物，慢慢消散来死。我的子民受毁灭的时，连人慈的老母都煮家己的囝食。上主发大受气，摒出腹内的烈火，用火烧锡安，连地基嘛甲伊烧毁。世间的君王甲地上的子民，拢袂当相信，有对敌会当攻入耶路撒冷的城门。这拢是因为因先知的罪恶，甲祭司的罪孽，因刣死城内公义正直的人。因亲像亡人伫街路死过雪，规身躯目甲全火，无人敢摸着因的衫，恐惊无清气。人化因走闪开，恁遮的无清气的人，莫活来。因变做难民，四过流浪，无一个国家肯收留因。上主亲身甲因赶散，无搁看顾因。祭司无受看重，长老无受尊重。阮看甲目睭花，犹看袂着救助的盼望。阮听候搁再听候的，竟然是一个无力解救阮的国家。对着追踪阮的骹步，害阮毋敢伫街路行。阮的日子满啦，阮的结局到啦。对入阮的人比空中得飞的鹰鸟较紧，因伫山呢对入阮，伫旷野埋伏听候阮。上主抹油选立的君王是阮的性命，阮捌安尼想。伫伊的保护下，阮会当伫列国中生存。毋过伊落伫陷坑，互人掠去。伊当人乌斯的子民啊，出在恁欢喜快乐，苦杯嘛会轮到恁啉。恁要啉甲酒醉，赤身裸体。锡安啊，你罪过的刑罚已经满，上主袂搁互你受放逐。以东啊，上主要刑罚你，
要暴露你的罪恶。